这是咱具备咱的心来敬拜上帝，这是请咱祈祷。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也过隆重的上帝。这样，请敬拜团来带领欧罗。诗篇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各样的苦难，可能会遇到各样的流泪。
但我们因着看到神美好的创造，可能是今天的太阳很好，可能是路边有一个小花，我们就因着他美好的创造，我们就赞美他，我们就欢呼歌唱。如果我们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我们用诗歌来称颂他美好的创造。我们一同歌唱，一同来赞美他，因为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生命泉永流不停歇，谁尽是这一路艰险。那日说过结伴远，我们一同欢喜小白燕。抬头望，天堂门
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就是一心一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条还是我的行心头前，每日也三心清爽，你就要主你心中那意，这条还是我加生命的总源头。我有新的改变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当听你。你若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请要对咱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看课文，我来客，咱来记。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是水。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惊是水。虽然有军兵杂营要攻击我，我的心就无惊惶。虽然掀起刀兵攻击我，我犹原自在。有一项事我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以爱得着，就是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光照亮伊的地。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伊的手回来，将我藏伫伊布边较密的所在。
打我的头壳得着牙齿。我是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我因此要唱歌乐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我求你听我。你捌讲，你着羡慕见我的面。你是我的心对讲，耶和华，我要见你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毋通生气来看我。你便说是做我的班长。对我的上帝啊，毋通放弃我，也毋通离开我。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出我。因为我的对天父，助我平安的路。这时，请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因为大仙有你的听，互阮会当伫这所在来敬拜活落你。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互既若相信你的人，你的确指引阮行伫永生的路上。你也阮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主。你也爱阮一个人会当真做好的管家，也传福音的见证。叫做阮每一个人的身躯软弱，我若照主你的旨来行，求主你便过来赦免阮。求主你的圣言也时时刻刻感动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照遵探主你所教示来行，会当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主。即是阮来为着阮的兄弟，若有身躯来精神，也有灵性上软弱的，求主你我一遍来怜悯阮，互阮每一个人会当谦卑，会当伫上艰苦的时阵，会当体谅着主你的同在，甲主你的恩典。我若伫今日你来举行圣灵殿，来通过这个饼，甲这个杯，互阮会当搁一遍了解主，你为阮的罪来死，你也为着阮的将来，你用你的福我，互阮会当对阮的将来的愿望会当搁过一遍的确实。我若伫今日伫礼拜后，你来召开好会，求主你也透过阮伫今年所咧举行，也是所咧计划的每一项事工，阮来合主你的旨来行，互阮所做的会当荣耀主你的名，特别阮伫福音的传扬方面，会当互每一个人会当体谅着主你的恩典向来听，互伊会当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兄弟。即时也求主你的灵温暖伫每一个所在，互既若尊你的名来持守的即个所在，有你的话会当成做阮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做阮日常生活的准则。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你的圣子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乐队来学乐，今日是求主，我是我的避难所。我
是先来看上帝话，是先来看。记载伫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3节。过无几日，耶稣四界行，逐个城、逐个乡下，宣传了报扬上帝国的福音。12个学生也甲伊去，要叫来的妇女人，有的捌犯着鬼，有的破病，但已经得着医好。其中有麦达拉的玛利亚，阁有希律的管家何撒的某约安娜，阁有苏珊娜，以外还有济妇人人，拢用伊所有的来服侍伊。是咱请牧师来监督，今日的主题是宣道、福禄甲福音。好，谢谢大家平安。平安。咱大先做伙参加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互阮着教会兄弟姊妹，阮今仔日会当伫遮做伙组织，阮也做伙伫即搭遮，阮要来听主你的话语，愿你帮助阮，伫你的话语中间，阮搁一摆受着提醒，受着造就，阮也得着上帝你遐来帮助，来明白你的话语，愿你保守引线带领阮，阮将下面的时间要交主你的手中，由你来看顾。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毋知影讲咱伫读圣经的时阵，捌想过一件代志无？就是讲耶稣伊伫即个世间，伊伫遐咧传道理，伊伫去来遐做上帝会讲3年半的时间，伊是靠啥物来食穿？咱捌想过无？伊是靠啥物来食穿吼？伊也无头路啊，耶稣也要食头路啊吼。耶稣伊嘛无台积电股票，毋对吼。逐工伫遐看股票吼，我有一摆去一个大学边仔吼，去食中昼，我发现现即摆大学生食中昼的时阵，伊拢伫遐开因的手机啊，开 app 伫遐咧看股票涨啊跌吼。所以讲哇，不是一般人在看这个股票安尼吼，连大学生嘛拢伫遐看，可能拢有投资啦吼。现在政府说一个还蛮哈，我的手机上面没有看股票的 app， 因为我没有股票看也没有用。所以耶稣嘛无啊，伊嘛毋是收租的吼，也无听讲约瑟留一大堆房地产互伊吼，伊逐个月伫遐收租金，安尼就好啊吼，伊拢无啦，伊靠啥物食穿？而且你若看伊学生吼，伊学生放落一切来群底边吼，一群人甲伊伫起来遐咧世界生吼，伫遐世界生因到底食啥物、穿啥物，遮的开销谁来付？你敢想过这个问题无？咱若无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可能真好理解吼。敢讲耶稣伊定定行神迹，逐工早起就把面包变出来，而且是伊晓定时成金吼，即点袂了以后会等做钱吼。亲爱的弟兄姊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无长吼，只有3节，总是伊甲咱讲着一般福音书无讲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咱若来看耶稣的服侍时阵，你会发觉到耶稣伊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是一个人出来传道吼。当伊行到拿撒勒的会堂的时阵，就是伊大汉的所在，迄个安息日，伊就照以前的规矩去到即个会堂内底起来读圣经吼。然后有人甲即个以赛亚先知的册交互伊，伊就拍开就开始读。你会发觉着讲，伫即个经文哦，你若去看上下文的时阵，你会发觉讲，伫即个时阵，耶稣好亲像好人群体边啊。迄个时阵伊也袂受学生吼。但是，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圣经节，伊甲咱讲啥物？至少，甲耶稣做伙去有20个学生吼。咱遐会记一件代志吼，耶稣的学生，足侪人是安怎？是有娶某的，是讨伊的无毋对，是已经娶某啊吼。迄个时代的人足少年就结婚啊吼，女性差不多15、16岁吼就结婚了吼。因迄个时阵吼，所以用咱今仔来讲，他高中毕业要读高中的时阵就已经结婚了吼。这个不是很久以前哦，那差不多120、130年前，100年前的大学就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15、16岁就要结婚啊，20
20岁到未结婚，人就烦恼讲嫁袂出去啊吼。若亲像咱今仔日，即个文化是非常非常无相共吼。所以，迄个时阵，耶稣的学生真有可能真侪人拢安怎是，毋是干那因来缀耶稣尔，因是有家庭的人吼。所以，是毋是按着家庭来着跟缀耶稣，而且是因是。家庭也做伙来跟缀耶稣吼。保罗捌讲过一句话吼，敢讲阮无官兵带迄个信主的姊妹做某吼，带着一同往来吼，就是带伊来去，亲像出其他的使徒甲兄弟，甲基督同款，就是讲早期吼，咱看讲保罗因咧传福音，彼得因咧传福音，遮使徒咧传福音，因是安怎？因是四家带眷咧传福音。你看这个经，你就知影讲，因是带一同往来，有无？迄个一同往来是讲因去到一个教会去遐咧牧养，去遐咧讲道的时阵吼，因是全家拢带去的吼。所以初代的教会，因其实逐所在为主来做工，总是因是带着家庭吼，因是甲家庭放咧，家己出去宣教安尼吼。咱伫今仔日即段经文中间，咱看见着有一群妇人人。吼，有一群人跟缀耶稣，特别讲着妇人人，因名有3位吼，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吼，开始这字真细字吼，因为这个经文足长的吼，要写落去，就是安尼啊。有一个称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讲啥物？讲捌有7个鬼为伊身躯顶头赶出来，吼。第2个人是希律伊厝里的正宅吼。即个叫做科撒的某阿拿，即个人伫圣经内底吼，咱无特别知影，但是咱发觉着圣经内底讲着一件代志吼，是讲即个人是啥物啊？希律的正宅吼，就是希律王甲伊的总管吼，伊厝内的总管，伊的正宅吼，即个伊的某亚拿吼，咱读着圣经另外一个所在，你就通理解讲，为什么讲？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一切所做的代志，就犹豫不定。就是讲，圣经内底甲咱讲着一个人，即个人叫做希律，伊安怎？伊有定听见耶稣所做的代志吼。所以为虾米会当听见？因为伊的正宅，伊的某是啥物？就是信耶稣的啊。而且是安怎？跟缀耶稣的啊。伊常常咧跟缀耶稣。所以你想象哦，即个某会当伊甲因先生分享袂？真有可能啊。即个希律的正宅就是希律属信任的人，是伊厝里的总管，伊敢有机会听见耶稣的话，真有可能伊听见就是因为为因某去听来的吼。所以咱会当理解为虾米伊会听见耶稣所做的代志，就犹豫不定吼。然后伊则佫有一段，则佫有一个只有出现过一届的人名，即个人名叫做苏珊娜吼。即个苏珊娜，即圣经内底讲。除了即3个人以外，还佫啥？还佫有几个妇女。除了即3个人以外，还佫有几个妇女。就是讲，毋是干那即3个妇女来跟缀耶稣，即3个妇女只是较有代表性的。因做啥物代志？因甲其他的好些妇女，除了这3位，还有几个妇女和好些别的妇女。你注意看伊无？伊遮讲的毋是干那3个妇人人，佫有几个妇女和好些别的妇女。即个因为遮讲拢啥物？拢讲的是姊妹吼，拢讲的是女性。因做啥物代志？用家己的财物提供互耶稣甲门徒。你读迄个汉语本的圣经吼，看无啥会出来即句话啥物意思？吼，但是你读好咱的圣经就讲，因是安怎摕家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甲门徒。所以咱理解一件真重要代志，就是讲耶稣伊伫即个世上传道理的时阵。伊的财务来源是啥物？伫即段经文甲咱讲有几若个妇女供应耶稣伊的需要。即个兄弟姐妹，你若注意看遮个妇女，因有一个共同点。啥物款的共同点？就是因拢是安怎？因是互鬼所附，互病所累，或者是已经得到治好。就是遮个。人因安怎？因捌拄着心灵的问题，拄着破病的问题，拄着因困难的问题，然后耶稣帮因处理遮个问题，将鬼赶出去，将因
会病医好，将因的心灵，互因得到长健。所以，即阵妇人人安怎？因面对耶稣的时阵，心内充满互感激，因决定用财米来帮助耶稣甲伊的门徒，降伊因的需要，甚至安怎来回答耶稣。亲爱的姊妹，你若有读过宗教学吼，你就知影吼，男性的信仰甲女性的信仰有啥差别？你有无知影？男性的信仰和女性的信仰，比如讲这个男生吼，为什么较信这个信仰，甲这个女生为什么较信这个信仰，有根本的差别，因为根本不一样吼。男性对这个信仰，通常吼，伊会真坚持，是因为这是啥物？这是阮阿爸留落来，这是阮阿公留落来。阮爸是信耶稣的吼，阮阿公是信耶稣的，所以我就是啥物？我嘛信耶稣。这是男性信仰的特质。当然，男性也有人经历很多的人吼，但是女性啥物？女性也对这个信仰，哇，伊足信的是，为什么？是因为伊经验到，他经验到，他觉得哇，这个是对我很有帮助。现在姊妹，你若注意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这个圣经所描写的这个妇女为什么愿意安尼帮助耶稣、分类耶稣，就是因为安怎？因互鬼所附的，有互病所累的，因拢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也就是说，伫因的生命中间，因经验过耶稣对因的恩典，经验过耶稣对因的帮助，所以因真愿意来分类耶稣。对某一种意义来讲，因毋是干那分类耶稣尔，因也是一个见证布道团。伫过来10年前，阮台湾有真侪迄个见证布道团。我还记我细汉时，我去教会时，圣诞节的迄个晚会时，拢会请迄个见证布道团来报道吼。即摆较少啊吼。就是因安怎？因就是耶稣为城市到乡村，伫逐所在咧宣扬上帝国的好消息的时阵，遐会经历过耶稣奇妙恩典医治的人，因就诚做见证，证明讲耶稣的带领如何临到因的身上。所以伫圣经中间，咱可能读袂到啥物，咱读袂到耶稣是怎样赶出玛利亚身躯顶头的七个鬼，圣经内底无写，但是圣经讲伊有赶出迄七个鬼。咱也无去读着讲耶稣是怎样医治帮助即个阿拿，还是苏珊娜的经文，拢无。因为圣经无甲即个代志记载，足重要。为什么有当圣经无记载即个代志？真重要是，圣经毋是要记耶稣行神迹来写讲耶稣，哇，伊行偌济神迹，伊偌厉害，偌厉害，偌厉害吼。这不是圣经写的重点吼。伊是讲耶稣做这个代志，对咱明白上帝国、明白因果有啥意义？这圣经这样写落来。所以圣经不是写一本流水账，你知影吼？有意义的、无意义的，拢嘛写落来。圣经耶稣行真侪神迹，总是无拢总写落约翰福音内底讲。若是拢总写落，即个世间嘛变袂落吼。重点是耶稣做这个代志，对咱这个要明白耶稣的人有啥物意义？这个代志才会写落来吼。所以这虽然耶稣行神迹伫这个妇女的顶头，圣经无写，总是这个妇女因安怎？因内心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因经验到耶稣的医治，经验到耶稣的恩典，所以因心内充满感谢，因真积极来回应耶稣的需要。当耶稣咧传道的时阵，伊就供应因财富、财米的需要。当然，咱袂当安尼讲，若讲啊，若无这个妇女的供应吼，耶稣就枵死吼，伊也生就无通好食吼，传道的事工就无法度做，无啦，无一定吼。但是咱知影，当这个妇女因伫供应耶稣的甲伊的学生需要，因生活顶下的问题的时阵，这个妇人人是扮演真大的角色吼。咱有法度真天真吼，想讲啊，耶稣因出来传道理，拢毋免开钱，拢毋免食吼，啊，所以有钱无钱，因拢会当共款做工。其实没有吼，你若注意看耶稣的学生中，像有一个叫做犹大吼，犹大是负责啥物？管钱的吼。所以耶稣里面也有一个人是负责会计吼，就刚刚干活内底有人负责啥物？财务吼，啊，人负责财务啦，因为钱爱管得好，通好钱会当有效的来运用吼。啊，所以若是无人来互耶稣因财富的支持，
真有可能耶稣甲耶稣要做这个传道理，会拄着真大的阻碍吼。所以咱想象要供应耶稣甲伊即阵学生的开销，其实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吼。耶稣毋是干那12个学生尔吼，耶稣伊还佫有啥物70个门徒吼。除了这人以外，还佫有可能有真侪跟缀耶稣的人吼。这个人加起来吼，绝对超过咱安怎？超过咱教会做礼拜人数吼。因逐工会食、穿、用，这拢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吼。所以，但是你若读过圣经，你就知耶稣伊拒绝甲迄个石头变做饼吼，伊袂用伊家己的能力来满足家己的需要吼。虽然伊捌行过五块饼2尾鱼饲饱5000个人，但是这是为着分众，耶稣从来捌咧行神迹来满足家己吼。所以，这个无能人因愿意出来提供因的财物来帮助耶稣，这就是真济。对耶稣即个报道团来讲，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件事吼。虽然伫济传福音的时阵，因毋是主角吼，但是因是实际的宣教的同伴吼。因为因上帝国会当安尼传开吼。实际上，咱若注意来看圣经写讲，即阵富人才是真正支持到耶稣到上落尾啦。当耶稣互人掠去钉死入去，安全国外时阵，咱拢会当看见即个富人安怎，伊不离不弃吼。为虾米？迄个时阵耶稣的门徒拢安怎？拢四界都走。去帮耶稣收尸的人是这群富人，去帮耶稣安葬的也是这群富人吼。因毋是干那伫加利利，因也伫耶路撒冷。无论顺境逆境，因拢忠心跟随，无离开耶稣吼。所以咱伫咧即个经文的中间，你若甲圣经其他的经文到处咧看时，你就会发觉着讲，伫咱的印象中间，耶稣伊咧传道理，拢是一个伊的学生甲伊吼。但实际上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差别是，妇女伫教会初代，甚至是教会还未形成进前，妇女就是信用一个真重要的规范吼。我不是在讲妇女神学吼，有人以为我在讲妇女神，毋是，我刚才咧讲圣经尔。我讲是圣经吼，圣经内底互咱有看见遮个经文吼，所以透过今仔日遮个经文，咱会当来做伙来思考一个几个重要点吼。第一就是宣道甲奉献吼，宣道有一个真重要而且真明显的原则，就是爱钱，需要钱啊，吼。就是当主耶稣伫即个世间，伊咧宣讲上帝国的时阵，连主耶稣嘛爱有人家己支持奉献。我讲的是主耶稣嘛爱有人支持奉献，所以没有一个宣道的事工是不需要人支持奉献的吼。宣道是一个真特别的事工吼，宣道往往袂产生搁较侪金钱的回馈吼。即个宣道的事工若做了，若好，常常是安怎？爱开哪侪钱？若无有外来支持，真侪宣道的事工，伊就无法度继续。这个是我们咱咧讲所以对于真侪教会来讲吼，宣道就是啥物？就是了钱，宣道就是了钱，宣道就是把钱花出去，真侪教会真毋甘，真毋甘。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挑战。即摆教会拢真爱拿钱，我讲实在话，我做牧师，我会讲实话，教会很会存钱，你若甲咱基督教会钱拢欠欠欠吼，还袂过钱的，即个欠1000万，迄个欠2000万，迄较大间欠1亿吼，登记在自己的账户底下吼。所以咱基督教会像几间教会，安尼积一个可能几百亿吼，但是有时阵咱的挑战是，咱欠会宣教的人讲，咱的教会加起来可能几百亿吼，但是咱开伫宣道的钱顶头，是毋少。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挑战，这是今天教会的挑战。对真侪人来讲，咱有可能无法度去印尼啦，去缅甸啦，去东非啦，去奈及利亚或创启地区，恁知影啥叫创启地区无？那你若毋知影啥叫创启地区，就表示讲，咱的教会也是咱对宣道无了解。
创启地区就是一寡袂使传福音的所在。你若去传福音，会去互掠。例如古早时代你若去中国宣道，会叫政府掠。即摆嘛是差不多同款，也是去回教国家，你去遐传福音，迄是违法的。所以我们把那个不适合传福音在当地是违法或被政府会抓去阻止的，咱称之为创启地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叫做创启地区你个教会若要支持宣道，你一定知影啥物叫做创启地区。你若拢毋知影，表示讲咱教会对宣道这件代志无了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定义什么叫创启地区所以，咱有可能无法度去遮个所在宣道，但是无表示咱无法度参与。亲像遮个妇人因若受到当时文化的限制，因无法度亲像查甫人世界去行路，主动去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因无法度抛头露面，但是无表示因无法度参与如果咱若对宣教师有一寡了解，你就会发觉到，一个人要诚做宣教师，伊需要啥物？伊爱对灵魂有负担我伫我读神学院第3年，神学院要毕业迄1年的暑假，我先去泰地断选1个月我去了以后，转来了以后，我就决定讲，我不爱做宣教师为什么？我困袂去，我去了我困袂去，我这人足歹困的，非常非常的歹困，下放有够济，暗时了时伫遐跳来跳去，迄个洗刷牙、洗脸、洗身躯的水比恁这倒仔的椅仔的洗搁较浅一寡，洗较济一寡，但是就是当防热，逐工拢去遐拢落屎，哪不知因为迄水拢无清气所以去了以后，我就决定讲，我不适合，我去那里的话，可能落屎落啊死我去1个月了以后，我就感觉，除了对心、对迄个灵魂爱有负担，你对迄个环境爱会当适应，你爱受到好的宣道的训练，你爱了解宣道的文化甲语言。其中另外一个真重要的因素是啥物？你得到财务的支持有人为你奉献你爱有要做一个宣教师，你就是爱有人愿意来支持、帮衬你的宣道的事工，因为宣道师的事工甲伊的生活费，拢出伫奉献者的支持。去宣教的那个对象不会给他钱我若去宣道，我去迄个所在宣道，迄个所在毋是卖我钱所以我若要去宣道，我爱为台湾找到啥物人甲我支持、甲我帮衬。我才会当去做一个宣道师所以一个宣教师，伊若无法度找到有人愿意甲伊斗相共奉献金钱，伊就无法度接受车牌。差会不会给他钱我讲我遮有一个差会，差会不负责给你钱你爱家己去找钱所以我迄当阵去迄个泰北宣道的时阵我爱家己去找人甲我奉献我要去泰国宣教泰北宣教去满清蝶，去了金三角迄所在宣教，我爱去拉赞助爱人甲我愿意甲我斗相共我去逐领我坐飞机的机票我的保险我的食穿我所有的遐个开销，拢爱伫台湾找人甲我奉献。我毋是去泰国去甲讲，我来甲恁宣道，恁爱甲我奉献，是完全无相共的所在所以一个人，伊若想要做宣道，即个宣教师伊要去服侍，伊若找无人甲伊支持，甲伊车牌，就没有任何差会会采爱这是一个上基本的代志所以，亲爱的姊妹，若无咱的支持，咱台湾就无宣教师咱若无支持，就无人会当收派，诚做宣教者这是咱爱知影的一个代志第二，咱伫今仔日即个经文，咱会当去注意到一件代志，就是我要讲的是讲，耶稣若无人甲伊支持，是毋是伊嘛有可能无法度宣道？其实安尼讲可能较武断，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耶稣伊出来3年半传道理，伊是有人甲伊财务奉献。我毋知你对即个经文有体会我要强调是啥物无？就算是耶稣伊要出来传道理，
嘛爱有人甲你奉献。这是我要讲。第二，我要讲的就是，遮个妇女对古早时代到今，拢是教会的重要的条啊支柱。耶稣会当伫即个世间传道理，训练伊学生，提遣伊学生去做工，有一个真重要，但是常常无互人注意到，就是有一个人伫后壁甲伊支持奉献，而且即个支持奉献，伫圣经中间你看见啥物？以妇人人为主。现在你想话，这特别吼，因为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女性无亲像咱达波人安尼吼，会当徛伫第一线，伫遐宣扬福音，诚做一个真重要的困难。但是女性无因为安尼就失去角色吼，透过因的参与、奉献、提供资源，因诚做真好的宣道的同伴。这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吼。无偌久以前，吼，我毋知咱中原教会捌出现即款问题状况无？我讲的是某一个教会，当我拄仔出来做传道师，受派迄一年，我有一个同学是一个女团，伊派到一间教会去，伊去教会第一工，教会一个长老来讲，无啦，我无爱你啦，你转去啦。我无爱你啦，你知影无？阮无爱你的传道师啦，我无爱你，你转去啦。伊某一个教会，我有听见一个因教会无牧师派小会议长，亲像我去因教会做小会议长，派去迄个牧师是女团，讲物件讲来也是莫穿裙较好啦。这毋是一般的事吼，是我做传道师到今，人讲做少年的吼，亲爱的姊妹，这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某一寡的实况，这是咱挑战的吼，很挑战的吼，嘿，毋是几百年前吼，甚至咱无偌久以前，咱有一个女性的总统，有人讲过三军统帅不适合穿裙子，毋是三军统帅不适合穿裙子。教会的牧师嘛，敢若不适合穿裙子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咱的文化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啊！咱的文化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吼。我要讲的是讲，真侪人无注意到吼，遮个妇女、遮个女性伫教会中间，常常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总是咱伫过去咧读圣经、咧讲道中间，咱有时阵会忽略遮个细节吼。咱若无注意到讲，教会若无遮个人的遮个女性的支持，有可能教会会崩去吼。初代教会真侪人看见使徒先知咧做工，总是伫初代教会中间有一群真强的溃烂，是来自妇女吼。保罗伫伊腓立比开始宣道的时阵，圣经安尼记载讲，伫安息日，阮出城到了河边，知影迄个所在有一个祈祷的所在。阮就坐伫迄搭遐对聚会的妇人人讲道。亲爱的姊妹，是对聚会的妇人人讲道吼，因为遐是一个祈祷的所在吼。有一个卖知识部的妇人人叫做吕里亚吼，伊是推拉城的人吼。亲爱的姊妹，这吕里亚是啥物人？这个吕里亚伊是欧洲大陆第一个信主的。全欧洲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这个吕里亚吼。咱爱知影，保罗为虾米走去欧洲宣道？就是有一天伊暗时咧困的时迷茫，伊本来咧去小亚细亚，忽然间又听见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伊讲，请你来传福音互阮。所以保罗伊就坐船去到马其顿，伊去到马其顿传福音，第一个信主的就是这个吕底亚，伊是一个姊妹。然后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吼，第一个信主的是这个吕底亚。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是为吕底亚因兜开始。亲爱的姊妹，你感觉安尼，这个妇女对这个福音的传扬有影响无影响？这是一个真大的影响哦。然后伫帖撒罗尼迦圣经中讲，保罗照伊素常的规矩，伊连续3个月就摕着圣经甲因辩论，来讲基督必须受死，对世人中国话，佮甲伊讲，我所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中敢有人听了，有人信，吼。
就甲地保就甲希腊，但是有一寡其中有真健全的意义啦，这是希腊人，这是希腊人尊贵的俘虏也无少。其实圣经内底咱来讲即大家为着来提供着一寡尊贵的俘虏也袂少遮圣经内咱提醒讲，伫即个所在福音传开，甲遮个福音人有真大的关系。遮个事了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拄着一个犹太人，伊叫做亚居拉伊生本岛因为过流着面论讲所有犹太人爱离开罗马，所以就带着伊带带某即个百基拉为意大利人即头遮，保罗投奔他们咧这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8章第1节到第2章咱若注意迄当阵圣经的习惯，照当时拢是讲着先生才讲着太太，所以因为太太是附属于先生的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这样所以应该拢爱讲着亚居拉甲百基拉但是伫即个使徒行传也是保罗的写批的中间。大概讲到即个夫妇，除了第一届讲到以外，拢常常写做啥物？白居啦、甲亚基啦，拢把即个姊妹放伫头前，甲即个先生放伫后壁遮才有足侪经文的伫咧即内底有即个研究圣经的人，因认为一个真重要原因，就是即个白居啦，就是即个做太太的人，伊伫即个宣教的事工顶头，比伊的先生搁较认真，搁较有贡献，搁较有影响力，因一生努力帮赞保罗做伙去做哥林多教会，帮赞保罗做伙去做以弗所教会甚至因无顾家己的性命，甲保罗做伙前往罗马去当工，这就是即对百基拉甲亚基拉夫妇所以咱伫即个遮是举一寡简单的例，咱就发觉着讲，伫初代的教会中间，你会发觉着一件，咱过去无注意到的就是常常遐上热心的人，往往是妇女。因伫教会内底有真侪贡献，但是互人忽略其实这嘛足简单的咱伫今仔日你只要看咱教会内底的事工，足侪重要的事工，真侪拢是啥物？姊妹的负责主日学我们长老教会我定定咧做教室统计我是性别公益部的我咧做迄个性别统计的时候，你会发觉着几乎啦，主日学老师清一色是姐妹，几乎到清一色男生很不喜欢当老师的话咱的主日学我毋知咱中原教会安怎，但是我统计主日学的迄个比例将近5:1到8:1是姊妹这是一个非常悬殊的比例拢是姊妹咧读主日学有性大队性大队通常拢是姊妹较侪，弟兄较少，咱教会算还蛮平均的啦有的教会拢是迄个添一个两个安尼8:4:3:4，剩下拢姊妹。咱会发觉着讲有即个爱餐啦、探访啦、关怀啦、插花啦、社区事工，真侪拢是教会姊妹咧用因为阮咧做统计，统计上来统计讲，教会的即个牧师有几个是男性的，有几个是女性的，有即个长老有几个是男性的，几个是女性的，即事有几个是男性的，几个是女性的。那你们觉得谁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但是教会的会友，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多。这是一个，我毋是讲咱安怎啦，这是讲教会里面的姊妹，足侪是因真认真服侍，真认真，还是因较低调啦好，上落尾我要甲大家讲的是讲，遮个妇女为虾米跟缀耶稣？因为虾米愿意用金钱来支持耶稣？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因要安怎？因要回应主的问题。因为着要回应主的问题，圣经讲因安怎？因是互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现在即摆我想因会安尼来回应耶稣，是因为因的心中充满着对耶稣的感激甲所以因愿意奉献因所会当做来回应耶稣现在姊妹，我想要甲兄弟姊妹讲，啥物叫做奉献？奉献就是这啦。咱
咱定定咧做礼拜时吼，我接触者教会拢会讲说我们要收奉献，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不用奉献，有无？咱教会讲即句，有嘛吼？咱有教会咧教奉献的意义无？所以有人讲，请牧师永远不要讲奉献的意义，我就可以永远都不用奉献。什么是奉献？奉献就是咱要回应上帝，奉献就是咱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这句话真简单，真简单，你不用查字典吼，你应该能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真侪基督徒弄错，无了解，误解。有真侪人会因为无介意这个牧师，所以伊袂奉献。你捌听过无？伊可能袂讲出来，但是就是看这个牧师倒单，伊就歹奉献，有无？有无吼？亲爱的姊妹，这对毋对？毋对啊！奉献毋是对牧师的评分啊，奉献的意义不是对牧师的评分啊。有人会讲，阮教会一定足有钱啊，所以我无奉献。这是奉献的意义吗？奉献是因为我的教会很穷，所以我要奉献。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就讲阮教会一定足有钱啊，教会一定足侪钱啊所以我歹奉献。毋对啊！教会毋是对教会财务的奉献，毋是对教会财务的评估啊。有人会讲我要奉献，阮教会拢无咧做事工，所以我歹奉献。这我上常听到，无伫教会内底咧服侍时，我上听到会友讲即句话。阮教会无咧做事工我歹奉献。请问奉献是只有给我们教会吗？你有对外奉献吗？你有去为了奉献事工迄所在奉献？奉献嘛，毋是因为教会有做事工你才要奉献啊。奉献是你对上帝恩典的回应，甲你教会有咧做工无咧做工有关系无？无关系嘛。所以第一句大家拢知影，后壁遐讲出来话拢是安怎？拢甲第一句无关系啊。伊咧讲要歹奉献，歹奉献是因为阮教会无咧做事工啊。有人讲奉献，有个人会认为讲奉献就是我若奉献哪济，上帝对我的祝福就哪大。上帝就给我很多祝福，这嘛毋对啊。奉献毋是交换，啥物是交换？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信仰就是交换。你若甲信耶稣信到变做民间宗教，你就是信民间宗教就好啊。我要讲的是这样今天很多教会他们对奉献的教导已经变成民间宗教的教导，这是错误中的错误咱的信仰毋是民间宗教，你若用民间宗教迄款方式来信耶稣，你就去信民间宗教就好啊。因为信民间宗教迄款方法袂得定。咱为虾米得定？咱的得定是出伫恩典啦，毋是出伫交换啦。你若出伫交换，就是做功德啊，做功德袂得定。我简单讲就是安尼。我一个做牧师的人，我一定要讲出一句话：你若想要做功德，你想要甲耶稣交换，歹势，你做什么都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你只有靠信心来相信的。所以奉献毋是咧做功德，奉献毋是咧交换。你若要交换，安尼是毋对的。有人讲我无钱，所以我无法度奉献。亲爱的姊妹，伊用捌为官份两个实钱上帝看重的是你愿意回应的，毋是数法。不是数目啊！上帝毋是讲你愿意奉献遮济钱，所以你是好的信徒。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这个很难懂。这个观念，这学咧甲互友讲的有钱的人较有钱人伊就想讲用数量来表现我的心意，你听有无？这是咱台湾信仰的文化，就是风炮放越多，就是哪敬虔。迄个米菇做哪大只，就是哪敬虔。迄个神猪迄个三神猪哪大只，人500斤，阮800斤，迄个1000斤，1000斤的较敬虔。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拿奉献的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信仰和金钱。这人奉献较济钱，可能只是因为上帝互伊的祝福，伊财务境头较好，伊较有能力服务人较济，安尼尔。我毋是讲奉献钱济少无好，但是咱袂使直接把钱的数目当成是金钱。
这是咱咧看奉献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是，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当咱咧讲奉献的时候，你第一件代志，你要想到这件代志，我是回应上帝疼。甲我的教会，甲我的牧师，甲我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教会咧有人个人愿无个人愿无关系。你有同意无？是回应上帝的疼。然后我要奉献的时阵，甲阮教会有钱无钱，阮教会有做事工无做事工，无关系。你教会若无做事工，你会当甲钱奉献去有做事工的所在嘛？有真济宣教师需要人支持，你有支持无？我要问就是安尼。不是啊，我不用奉献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做事工。但我若无甲钱奉献去有做事工的所在啊，安尼讲阮教会无做事工，我无爱奉献，这是对。我要讲的吼，我今天来这里讲，没有人跟我们讲我们中心教会的兄弟妹奉献，我只是讲圣经而已吼，所以我没有在针对谁吼。因为我无说讲到咱讲较赖的人，讲就开始有人对号入座，一定是有人去甲牧师讲啥物，所以牧师讲这篇吼。没有，刚好是轮到这一篇，我就讲这一篇。我伫别个教会讲到这篇经文，我嘛是安尼讲，就是安尼啊，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咱爱听上帝的话。甲咱有介意牧师，无介意牧师无关系；甲咱教会有钱无钱无关系；甲咱教会咧做事工无做事工无关系。奉献嘛，毋是交换上帝祝福，奉献嘛，甲你会当奉献偌济无关系，是你有要回应上帝的疼，就是这个。所以，我再回答啊，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不用奉献。你有真正明白上帝的奉献，奉献的意义也无。你若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就安怎？你就爱照你欢喜做。我们说甘心乐意的奉献嘛，你甘心乐意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现在基本上要讲，一个人之所以无奉献，也是无想要奉献，有可能是伊家钱看做比其他代志较重要，有可能伊误解了奉献真正意义，也有可能是因为伊无经历过上帝的疼，嘛有可能是伊无感恩的心，或者是伊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吼。所以，咱有要奉献无要奉献，咱爱想讲，我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有弄错？我是毋是家钱看做足重呢？所以，你叫我摕钱出来还，规日把我抬好，那有个人是安尼吼，有的人他会很难过吼。那圣经内底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就是你爱甘心乐意，你莫唔甘愿人，不要不甘心哦。你是毋是误解奉献意义？你若误解就讲阮牧师无好啦，阮长老无好啦，阮教会拢咧冤家，所以我无爱奉献。有个人会安尼。咱咧奉献是就是，我有经历上帝的疼无？我愿意回应上帝的恩典无？我有迄个感恩的心无？而且我有明白奉献的意义也无？亲爱的姊妹，我要讲的是，咱若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圣经，这个妇女伊为虾米遐尔甘心乐意来奉献这个金钱？是因为伊的性命经验着上帝，经验着耶稣甲因的同在。耶稣从因身躯顶头鬼赶出去，耶稣医治因的病痛，耶稣解除因内心的忧伤，所以因愿意奉献来回应耶稣。我要讲的是，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的奉献微不足道，咱后世嘛是伫人的眼中看起来无啥物，甚至无人知，但是咱上帝拢知吼，伊拢记念吼。这个代志伫上帝眼中拢是极大有意义的事吼。求上帝帮助咱来回应伊的疼甲伊的恩典。咱做伙三甲来祈祷。伊个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我要来感谢你，因为你疼我，放弃你家己的性命，为阮死于十字架顶，流出你的宝血来拯救阮，互阮成做你的儿女。当阮成做你的儿女的时阵，阮受拣选来到地上面教会，主阮求你帮助阮，互阮无袂记得你对阮的恩典，也帮助阮，互阮无袂记得阮爱来回应你的疼。伫你的面前，阮安尼祈祷，感谢，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阵咱要做伙来吟圣诗355首，咱坐咧真济好吼，咱来吟圣诗355首，愿担主职甲主做道，咱来吟全首的诗，来回应主的恩典。伫主的内面，欢迎建立已经加入教会的陪参会员来有份伫主的道。请咱大家做伙注意来听主耶稣对规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枵喙焦并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信我的人因应为我袂枵，分缀我的人因应袂喙焦。愿主的恩典甲咱众人三十伫地。咱做伙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时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所领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年有摕饼起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尾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咱这个时阵，咱要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咱做伙，咱要来感谢。主要听完天的上帝，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伊透过你的独生圣囝
耶稣基督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拍破伊的身躯，流出宝血，成做阮的拯救。当阮即个时阵伫你的面前，阮来摆列即个饼甲杯。主，阮搁一摆来仰望你，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分别做成，互阮的心会当来归向你。阮搁一摆来反省阮的罪，搁一摆来省察阮家己的过失。阮要求主你来赦免阮，因为你知影，阮常常是笨蛋，阮常常是老做歹，无做好，阮常常离开你的话语远远。阮求你的圣神搁一摆来光照阮，除去阮内心的骄傲怨妒，搁一摆帮助阮伫你的面前来谦卑，承认阮家己的罪，来献缀你，来回应你。愿你保守帮助阮，也求你的圣神搁一摆来分别这个杯甲饼，来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互阮伫信心的帮助下面，阮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阵，阮就知阮是基督奥妙身体的一部分。愿你来看顾因带，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来邀请咱教会的小会员为咱来设法捧杯，先来为咱设法捧饼。咱请人留落。受洗已经有加入教会成为陪餐会员的弟兄姐妹来领这个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成为陪餐会员，请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主的恩典。如果你还未领洗礼，甲教会加做陪餐会员，请咱伫祈祷中间来孝念主的恩典。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
吃了后，也安尼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请咱教会的小会员，吼，好长老，感谢长老为咱服侍的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杯是新约，以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让这回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做伙三甲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阮今仔日做伙伫即搭遮来热心的演谢。阮也搁做一届伫遮来孝念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成就这救赎的功劳。上帝，阮求你帮助阮。帮助阮来回应你的听，帮助阮来回应你对阮的拣选，互阮每一个人伫阮的生命中间去体会到主耶稣怎样用伊的救恩救阮脱离死亡、罪恶、病痛、艰苦、忧伤，互阮成做上帝的囝儿，也互阮有份伫生育的恩典、甲永活的祝福。阮求上帝你帮助阮，让阮搁一届伫即搭遮，甲主做伙坐倒，伫遮食即个杯，啉即个饼，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愿意承认阮家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救赎的恩典，
需要信心的光照，需要上帝你的话语，用你引带带领阮来回应你的恩，也互阮伫阮的社会顶头，阮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来荣耀见证你的名，建立你的国，伫地上亲像天日。愿你保守帮助引带，安尼伫你面前，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啊，咱也共款请咱旁边的小会员为咱来受杯。请王长老来接续为咱释法奉献。接下来引导上会的话，请咱用圣诗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来敬歌唱。We
上言煞，咱请詹牧师来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三甲一地，也帮助咱每一个人领受主的恩典，来回应伊，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咱今日确定礼拜后，咱有召开今年度的定期的会员大会，请咱会员请咱来拿报。福利团契是后礼拜下午点半，咱的前往至善园甲延明园吼有挂工的旅游啦吼，咱欢迎各位来参加，咱邀请社区的朋友做伙来参加安尼。第三，咱本会伫3月17日开始，每一礼拜拜五早起10点到12点，咱有邀请一个中医师来甲咱演讲有关怎么延缓咱的诗人延缓诗人的一个课程。咱希望大家咱较侪来参加吼。虽然写65岁啦吼，但是还未到60岁嘛，咱来参加啦吼。安尼吼，希望就是较侪来参加安尼，吼对咱身体是有帮助的安尼。好，上仔咱就是咱请圣华弟来唱祝福的歌，我上帝祝福你。
好，即时咱来行平安礼，平安礼甩时阵，咱马上来开大会安尼吼，嘿。咱头就讲5分啦吼，讲5分，洗手间起来咧，不要。